喂，不用吧，不用。哦，喂。喂。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嘛知影，咱的线顶嘛有真侪会友吼，线顶的兄弟姊妹大家嘛平安吼。咱伫主日，咱拢不管是伫来到教会，还是伫咧线顶，咱拢要同齐来敬拜咱的主吼。咱伫要做礼拜之前，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阮真感谢你，伫即个变化多端在时有较清冷的时，主你佑阮保守阮，拢平安，带阮一礼拜，拢有主你的带领，互阮伫今仔日会当来到你面头前来敬拜你。主你讲，着进入你的院，来到你的面头前要用乌罗。主，阮伫你面头前伫遮，要来乌罗。要来感谢主你，检采阮有人带着忧伤、带着忧闷来到你的面头前，主恳求你即时，拢将阮遮个来投放，互阮将世上的重担放落来，互阮专心来到你面头前，要来敬拜主你，因为主你是丰丰富富的主，你要。伫阮今仔日的敬拜中间，你要将你的话，要互阮伫遮来敬拜，你要丰丰富富来享受阮，互阮的生命要重新得到快乐。主你帮助阮，互阮今仔日所有的服侍，阮的献诗，阮的交代，阮的讲台，阮拢要完完全全交伫主你的手中，愿主你来带领引带。愿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好，我是这样子。
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啊！真欢喜，主去透赞个通组织，个做伙来敬拜上帝。啊，伫礼拜进前，咱做伙来串联今仔日的圣诗。第一首，咱先来练圣诗593首。圣诗593首，吼，拄着试练在为你真艰苦。咱先做伙来唱第一节。拄着一个太的为你真艰苦，天到日子是无生命看无路，你所定的恩赐逐项生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主的恩赐你着生着笑。主的恩赐你减生为了，主的恩赐逐项生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这首圣诗咱应该真熟吼，相信这首诗歌真侪人时常会勉励。伊的歌词是出自《箴言》第10篇第10章吼，甲以弗所书第1章，伊有提到试炼、困难、灾厄，通常互咱真艰苦、真失望、看无路，有时挂虑、烦恼直到心乱，了伊上帝会疼叹。歌词嘛勉励咱爱注心伫上帝。着算笑，纪念主的恩典，满心感谢伊的恩惠慈悲，无论大小的艰难，无得累志，因为上帝永做主，永掌权。主听咱的确会安慰甲引带。咱做伙过来唱第2节甲第4节，第2节甲第4节。有时挂虑烦恼直到心乱乱，了伊上帝疼叹会世界不安，你所定的恩赐搁再想来记，了伊就会无记日日来吟诗。主的恩赐你着生着笑，主的恩赐你减生为了，主的恩赐逐项生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第4节。所以经过试炼，无论大小事，无地位只是望上帝应做主。你所定的恩赐照顾手来讲，主会安慰帮咱引带到天路。主的恩赐你着生着笑。主的恩赐你减生为了，主的恩赐逐项生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第2首，咱做伙来练235首，圣诗235首。
咱先唱第一节。领着天下之大上帝，慈爱永远无退。人对大国守主社会，应该的讲这话。这首是咱的月圣诗吼，前2礼拜拢有唱过，应该真熟。这首诗是出自诗篇107篇吼，是一篇感恩的诗。因为以色列人久长伫旷野四界漂流，无啥通徛起受尽苦难。因为上帝的怜悯甲慈爱，行奇事拯救因，将因对大国赎回。对伫安尼属伊的子民，着称谢咱至大慈爱的上帝，而乐敬拜伊，羡慕的心得到饱足，常常对伊得到欢喜快乐。咱做伙个唱第1节甲第4节。第1节。领着天下之大上帝，慈爱永远无退。人对大国守主社会，应该的讲这话。第4节。主家基础献出主爱，万人乐乐敬拜，羡慕的心地着饱足，常常欢喜快乐。好，第3首咱做伙来练圣诗26首。咱先唱第1节，当愿感谢上帝。第1节哈。当愿感谢上帝，赐下今时对心地，主家基代志，万民也以最欢喜，万对不太出息，以主所无力，让伊无所忍耐，今日了的关爱。这首圣诗咱嘛应该真熟吼。我伫咧找这首歌的背景吼，伫网络看到教会公报社有一篇文章在介绍这首诗的故事吼。伊作词的是一个牧师吼，嘛是一个音乐家叫林卡特吼。伊是德国有名的牧师。伊写这首诗的背景是历史上德国上悲惨的30冬的战争吼。伫迄个时代，充满战争的恐怖、艰难、困苦甲死亡。林卡特牧师牧会的所在叫做艾伦堡，嘛是伊的故乡。伫当时是侪战争难民聚集的所在，充满饥饿、困苦、传染病、伤亡、战争的不幸。侪人伫遐失去性命。林卡特是迄所在唯一的牧师，嘛真侪全城的人的希望甲安慰。当时伊爱主持大小小大约4800场的丧礼吼。有时一天爱主持40摆，死亡的人包括有伊的某、伊的兄弟、伊的同事吼。虽然安尼，
伊非常同情遐个困苦的人，嘛体贴因的痛苦，常常用家己所有的来救这个难民。真歹想象伫怎样遮尔困苦的时期，伊会当写出即首真水的赞美诗歌，诚做国家伫感恩节选唱来感谢上帝的圣诗。咱做伙过来唱第2节甲第3节，唱的时阵，请咱准备心来礼拜。困求是阮上帝，一生甲阮上帝地，赐阮喜乐心肝，也赐平安甲宽大，因伊恩惠保守，艰难的解救，传阮团离在海，现在山高将来。第3节。好了，感谢的一切归乎被上帝，也归圣家圣心，地给官将你万民，三米眼我兄弟，兄赞美莫记地，归地现在将来，愿我乐敬拜。请咱准备心。愿耶和华伫患难的日听你，愿雅各的上帝的名安伫你伫悬的所在，对圣所帮助你，对锡安扶持你，纪念你一切所献的，接纳你的小节，照你的心所爱的，互你成你一切计划。阮要因为你的救恩来唱歌，阮要奉阮的上帝的名来徛旗，愿耶和华成你一切所求的。请咱同齐吟诗来学了上帝新圣诗第235首。
神圣诗235首，恁着称谢至大上帝，恁着称谢至大上帝，慈爱永远无退。人对逐国受主赎回，应该着讲这话，请起立吟全首。恁着称谢至大上帝，慈爱永远无退。人对逐国受主赎回，应该着讲这话。恁的旷野世界漂流，只差无人通救，无啥通我脚水担，心心阮去孤单。你苦难中对主爱着，你将我来拯救。你万的路我怎应行，到通徛你的城。主行其事显出慈爱，愿人阿路敬拜。你无的心得着巴掌，常常欢喜快乐。请坐。下面请咱大家用开嘴用主祷文来祈祷。主祷文，请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下面咱三甲来启用，今仔日要启用的所在，启用文第22篇，伫新圣诗后壁面1039面。新圣诗启文第22篇，也是诗篇第95篇。咱三甲来启用，来啊！咱来唱歌学乐上主。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伊统辖地极深的所在，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来啊，咱就鞠躬敬拜伊，因为伊是咱的上帝。接下来，咱过来吟诗，感谢上帝。新圣诗第26首，新圣诗第26首，当咱感谢上帝。当咱感谢上帝，出声吟诗对心底，主行奇异代志，万民掠伊做欢喜。阮对舞台出世，伊就束缚无离。用伊无数仁爱，今日要得款待，请起立吟全首。
请坐。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至圣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过去的这一礼拜当中，你所享受的平安。阮也为着过去一礼拜当中，阮所做所想，若下伫你的旨意，愿主纪念阮。若是阮所做所想所做无下伫你的旨意，毋是你所欢喜的，愿被上帝你赦免阮的罪过，也透过圣神时时来提醒阮，互阮伫每一日当中所做所想的，拢会当荣光你的圣名。阮也为着过去一段期间，你赏赐阮教野的雨水，互阮所徛起的所在，对北部到南部所有的水库，拢已经填满满，无顾可旱欠水的情形。为这，阮也献上感谢。阮也为着最近有建设公司伫咧起厝的时阵，无细力造成工地附近其他徛家倒落的情形来祈祷。阮恳求主你的怜悯，安慰遐徛家甲财物受到损害的家庭，也赏赐教业智慧、开力甲能力，互建设公司的负责人甲市府的官员伫后壁，这善后工课会当好好来照顾这受灾的家庭。主啊，阮检测无能力来了解阮家己所徛起的所在，迄土地是毋是有够坚固，互阮伫一生当中拢袂拄着即款的灾厄。总是主，阮感谢你，你有教示阮，聪明的人爱将厝起伫石盘顶面，你亲身成做阮的石盘，互阮的信仰定根伫你的心上，无论拄着啥物款的风险甲灾厄，阮拢袂跋倒。阮也为着即个月10月15，阮教会长老执事的改选，恳求天父上帝你来引带，愿圣神来感动你所呼召的兄弟姊妹，互因领受感动，也顺合即个感动。有时阵阮感觉家己开力无够，可能无法度负担服侍的职分，也可能因为服侍当中有额外的负担，也有压力，致使阮对即个呼召感觉为难。愿主的圣神来感动阮，当阮看重主的圣工的时阵，愿意来服侍。主，你也看重阮所看重的，无论是伫家庭、伫工作、伫健康，你拢有够硬的稳定要赏赐互阮。最后，阮也为着今仔日三甲做即位兄弟姊妹当中，身躯有病痛的，也是拄着患难、心内忧伤悲白的兄弟姊妹来祈祷。主啊，阮常常袂当了解，为虾米患难会临到阮的身上。阮伫患难中的时阵，主你敢有看见？父上帝，阮感谢你透过圣经所记载，侪人的经历来安慰阮。阮伫但以理书看到，尼布甲尼撒王对三个无愿意去敬拜王所做金像的少年人，要将因ฮ็入火炉中。父上帝，你无因为因有坚定的信仰，你就免除因去互ฮ็入火炉的即种惊吓甲苦难，总是当因伫火炉中的时阵。主，你亲身甲伊同在，保守因的平安。因为安尼，阮嘛相信，阮伫每一个患难中的时阵，主你拢教阮三甲伫底。也愿主帮助阮，将阮所拄着每一个患难，化作一支搁一支的铁钉，定根伫主耶稣基督的身上。那阮将这个恳求摆列伫被上帝你的面前，愿你来成，阮众人同心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要来看上帝的话，今仔日咱要看的圣经节是伫旧约约伯记第13章第1节、第2节，以及第17节甲18节。旧约圣经551面。约伯记13章第1节，看这一切我的目睭拢看过，我的耳孔拢听过，也明白。
恁所知的，我也知，我无告诉恁。第17节，恁着细里听我的话，互我所辩论的入恁的耳孔。18节，看我有摆列我的案件，我知我要得到称义。圣经读到这，下面献诗。今仔日社青团契、甲玛纳团契要献的诗歌是《耶稣，你听我》。
下面讲到今仔日题目书要讲的题目是为何苦难会存在？大家平安。多谢咱早起社青甲玛纳团契献诗，耶稣听咱。当咱孤单无伴，当咱伫遐已经爱爸叫母，甚至走投无路，耶稣听你。咱三甲来祈祷，天父上帝，人生有苦难，总是你正做阮的牧者，引带阮头前的路站。虽然阮会拄着崎岖坎坷，虽然阮会跌倒，甚至阮来失志埋怨，总是你犹原听阮。阮确信你正做阮的牧者甲帮衬，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代表圣经公会来请安，来报告，甚至较要紧的就是，当周报内面你若看见有奉献地，你就知。要过来无关啊！所以陪病互安啊！佫毋若来一摆，再去碰到咱的古牧师，伊甲我讲：你今年12月都爱过来，12月来，毋是代表圣经学院啊啦，佫另外一个单位退休了，逐所在拢会叫我去请安，因为我属于过动。过动的人就是坐袂牢啦，人若甲我叫，我就去，所以加减去，加减传上帝福音啦。代表圣经学院来请安报告。早起咱的古牧师甲我讲，我早起要去万丰，我知，因为我顶礼拜伫万丰教会讲道，有看过讲，早起古牧师要去遐主持圣礼典。圣经学院纪念主日伫9月的第3礼拜，所以咱一直咧关心这间学院。台湾基督教会属下有4间神学院，就是台南神学院、台湾神学院、甲原住民的玉山神学院。另外搁一间，即阵检采你要讲有也好，无也好。圣经学院到底这种是咧创啥？老实讲，这种圣经学院无半个学生啦，无半个学生啦。毋是讲疫情的关系，因为真久圣经学院就已经改变伊的方向。咱讲转型，所以圣经学院继续伫遐会存在伫新竹，伊咧培养，伊咧栽培一寡。互人伫遐灵修，伫遐检查邀约礼拜，伫遐检查有侪迄种的课程，互人伫遐上课。所以圣经学院的存在，因为时代的背景，所以咱犹原关心早前台湾基督教会来开设这间圣经学院，栽培侪遮传教者伫咱第一线。伫咱的牧会中间咧牧养养分，所以咱毋若关心大道支持奉献，咱犹原特别参与伫侪咱关怀遮总会属下的遮机构。今仔日咱有读约伯记，现在你要讲，约伯记这本册。是讲读到约伯记的时阵，你会感觉讲，这个约伯记哦，老实讲哦，哪读哪爱困，因为义人、好人哪会拄着歹代志？会好人来破病，好人我会着当。请问，3、4年来的疫情，2条线的请举手。
啊，你拢无？好，我是讲你天然之选也有办法。有拍针无？有，好，拍3针、4针，我上高啦，我拍到6针啦，照丢不误啦。啊，因为我讲话拢足大声，好，迄阵我拍5针，足用诶。打3针的举手，打4针的举手，无啊吼。嘿，我打5针，共点咧，顶讲我拍5针，结果假咬，讲伤大声，顶悬听到，顶悬就讲，你搁讲过，迄就互我着第6针，中奖2条线，2条线就就对了。我连去到啥流感我都怕呢，因为我好野人惊死啊！毋过，共款苦难啊，共款钓啊。迄阵咱会记哩，3、4年的中间，碰到拢问你讲几条线，都毋知咧怀孕过几条线安尼，啊结果2条线。我老实甲你讲啊，即阵哦，2条线坐伫咱隔壁，伊就毋甲你讲啦，伊就毋甲你讲，伊就敢若感冒咧。啊，所以无惊，毋过吼，台湾人一个特色，叫做惊死。台湾人惊死哦，所以种哦大嘴暗的，我毋是讲恁惊死啦，当然哦无大较惨死啦，因为咱兜的喙暗上侪啦，啊无迄要安怎？要卖也卖无钱啦，啊遐喙暗哦加减挂啦。我去教会碰到一个会友，我捌甲问，我惊一个，请问你种大的喙暗，口罩你偌久换一摆？好，我惊一个。我上悬的记录听到啥？我1个礼拜换一个，迄无着到我请你啦。后尾就1礼拜换一摆，我拢一出去，等下迄个就等伊杀啊啦。哎呦，还很香呢，我哥咧，细菌毋知偌济啊！你讲，咱足欠的，咱足欠的，咱兜哦喙暗足多啦。虽然即阵哦。你摕健保卡，你要去药局吼，领无迄个喙暗啊啦，就爱买啊。毋过咱足欠，啊咱阁会大喙暗。即阵已经开放啊，会当去世界各所在，你会当出国啊。你出国，你去国外吼，你干那去机场，你就讲，哪会无人咧大喙暗咯？哪会无人咧大？人逐个讲，哦，不要紧啊，平常的一个感冒尔。毋过。苦难、受苦、破病、艰苦，有可能无？有，大家拢会着，大家拢会着，大家拢会破病，大家拢会破病。所以，当你破病、苦难临到你的时阵，要安怎？嘿，基督徒有一个特性呢，咱碰到困难、艰苦、逆境的时阵，咱第一句话。上帝啊，你到底有伫咧啊无啊？上帝啊，你有听我的祈祷无？你找伊15祈祷1摆呢？哦，你安尼雄雄讲上帝啊，你若无听我的祈祷？上帝讲我也毋捌你啊，你倒伫咧？我文山的会友啦，文山的会友，倒一位的文山，因为文山台湾全岛文山几啊间。你是啥？为何义人必须面对苦难？为何苦难会存在？这咱定定咧摇伊。我礼拜日有去做礼拜呢，我有奉献呢，我有参加圣歌队呢，我有侍奉呢。啊，无你是要安怎？咱甲上帝咧计较。我的条件遮好诶，我的业绩遮好咧，安怎？袂使拄着苦难了，袂使跋倒了。哇！咱常常会怀疑，咱常常会跋倒，咱甚至会质问上帝。今仔日咱读约伯记，约伯记内面拢总42章，无迄个美国时间，伊第一章读到42章啦，读一章读完已经拢困去啊，所以伊13章中甲切落去。你等下，请你以第一章读到42章。慢慢啊读，约伯记一个上帝所承认的义人，用咱的话是好人，好得不得了，
上帝看伊是好，敬畏上帝。无代无志，魔鬼来找上帝。这个敢毋是你所听的义人约伯？是啊，好呀，足好呀，敬畏上帝啊！上魔鬼讲：我来甲试看卖好。上帝讲：好啊，你做咧甲试啊？一个条件，袂使互伊死，因为生死上帝主管，剩的出在你我。阮伫新南医读约伯记的时阵，老师讲，约伯毋知影讲伊是魔鬼甲上帝试炼伫遐对话的一个棋啊，咱咧行棋的棋子，所以约伯当作魔鬼甲上帝对话的一个棋子尔，敢若一个棋啦。所以上帝讲稳准。所以今早起的题目，为何苦难的存在？上帝稳准啊！上帝稳准魔鬼甲试探约伯。约伯知无？约伯毋知，约伯毋知呢，就是毋知无代志。咱定定咧看迄个电视的连续剧吼，好啊，这种电脑足方便的。第一集看了，第二集看了。拢总50集哦，要看到当时啊，电视、电脑甲移落去，看最后一集50集啊，好人活咧，歹人拢死。安尼哪有趣味啦？哎呦，中遐做过程，中遐做过程，所以咱咧读约伯记的时阵哦，你等下哦，你第一章读了，你甲跳到42章，啊，中免读。后人中免读，中的上要紧。毋过你若第一章读了，跳到42章哦，无趣味，知道结果了。啊，第一章就是原来安尼啊，所以无趣味。所以今早起，咱就三甲学习为什么苦难会存在。有一本册，当好人拄着歹代志 ，When bad things happening to good people。当好人拄着歹代志，咱敢若看到这本册，看到这个题目，咱就讲，哪有可能？有影定定安尼，定定安尼，歹人拢袂着答，好人拢歪高兼自作。无你甲看，白白安尼啦，无采我遮认真啊，迄个无读册哦，成绩拢比我较好。我拼要死哦，袂升啦！人是咧贫惰懒惰，结果伊升啦。所以你甲看，当好人拄着歹代志，咱第一卖完，上帝你在哪里？上帝，你有听我的祈祷？这是咱对这本，咱对这个圣经，在咱三角内咧想。换一句话来讲，面对人生无共款的形式的苦难。找袂到生活意义的困境的时阵，上帝敢若无存在。约伯就是安尼啊，上帝敢若无存在，咱定定碰到这种的问题，祈祷上帝啊救我！上帝连听也无咧甲咱听。上帝啊，你爱做你去爱，上帝拢毋插你啊。约伯的故事真多探索人生甲信仰内面。足深的一层的意义，甲上好的一个题材。人生有苦难，人生会跋倒，你会拄着辛苦白痛，你会拄着困苦艰难。所以伫这中间，你要安怎去敲测上帝的存在，上帝的主权？今仔日咱就要三角来学习头一项约伯的心路历程，规本约伯42章的中间，咱以13章甲切落去，请你搁一摆倒转来看今早起的圣经在13章内面，看这一切我的目睭拢看过，我的耳孔拢听过，也明白。恁所在我也知，我无
较思利。请你注意这句话。目睭看过，耳孔听过，我拢知。我无较思利。有影是怎话？咱做中级，咱做团契会长，咱去关心，咱去探访咱软者软弱的会友的时阵，咱常常拢徛伫我资质较悬，我灵命较悬，我较有信仰，所以咱拢甲拄着困苦艰难的人，咱拢甲讲三甲来祈祷啦，求主赦免啦，甲上帝悔改认罪啦，讲阿爸毋敢。我足惊，咱的姊妹、咱的兄弟，甲你应即句话，我无较思利啊。伊若甲你应安尼，我请问你免怎应？牧师中级，咱去甲为一个会友祈祷、探望的时阵，靠信心啦，甲上帝悔改啦，就是咱犯罪啦。当伊回答，我无较思利。意思就是这，我真正对啊，我无犯罪啊，我无安怎，我哪会拄着苦难？我哪会拄着安尼？换一句话来讲是，我不是你。咱的同理心无够，咱的同理心无够，咱定来讲你就是信仰无够啦，你就是无祈祷啦，你也知影无祈祷。人伊一工祈祷4摆呢，你祈祷1摆尔呢？我无较思利啦，我无较思利啊。所以13章有一个主要的主题：约别抗辩正当性。有回应啊！我无较思利，特别伫第2节，恁所知我也知，我无较思利。17节、18节。恁着细意听我的话，互我所辩论的入你的耳孔，看我有排列我的案件，我知我要得到称作义。我有排列我的案件，就是我有申诉啊，我有伫遐甲上帝讲啊，为什么？为什么？后来有几个重要的转折，就是所在，互咱看见讲，当你读到13章的时阵，你会去看见伊。拄着人生无法度想象的苦难，无明白，对心理上向上帝发出疑问，正常。伊的妇人人，伊的某的埋怨，3个好朋友的控诉指责。这我甲你讲啦，一工不要紧啦，逐工的时吼，你就吵死啊！你若甲看约伯记头前，当伊第1章碰着苦难的时阵。伊第2章开始到遮，暗时因某啦，你是3个朋友啦，照论来甲伊，特别啦，甲你讲吼，就是你犯罪啦，你甲上帝认罪就好啊啦。1摆不要紧，2摆、3摆，无停啦，逐工来啦。讲我到最后约伯哦，要气无目屎，要流无目屎呢。我都无安怎啊！我没有错啊！刘兄是姊妹，咱做父母，咱咧教囡仔的时阵，咱有囡仔的时阵，我定来讲，囡仔生侪个真晦气呢。即阵拢生伊就一个无代志呢。安怎讲呢？生侪个时阵哦，见拍拢拍大呢。若无就中绝对叫人修理，大个到尾个拢无代志，中上可怜。若慢了到着大个这袂使。这大囝这袂使拍，这慢的这也袂使，中上衰。你若做中的较歹运啊。安怎？无代无志啊，拢安尼。搁者兄弟姊妹内面有迄个专门报马仔的，代志拢拄好伊。拄好着，你讲哥叫我去的，后影玩弄吼，姐姐说可以啊，那有影，伊家己徛喺边仔看，所以足侪即种的。冤枉无得讲，冤枉无得讲。好朋友来甲伊指责，伊的某暗时搁较如，
咱定定信耶稣信啊到这偌可怜呢？当然咱兜，啊，恁无信的丈夫，你信那个上帝有什么用？啊，你毋是照常2条线，啊，你毋是照常感冒，你毋是照常安怎？哇，啊，都真正安怎？所以哦，咱有话无地讲啊。所以即种的心路历程，后来啊，所以咱搁较看落去，有3个回合，因为咱无迄个时间，你等下家己读第4章到14章、15章到21章、22章到31章，好，啊，咱即摆就读较侪章等下。3个回合的辩论，好，所以你甲看，约伯足讲好个呢。4章、14章、15章、21章、22章到31章，这个朋友愈搁愈，逐工都来甲伊讲，甲伊辩。约伯啊，犹太人的观念，你会拄着灾难、凄惨、落魄，你犯罪嘛？得罪上帝嘛？所以你毋知会拄着这，所以因朋友甲伊讲悔改啦。认罪啦，甲上帝讲后摆毋敢，所以基本上态度就是约伯搁讲我没有错啊，吼，这铁齿兼牙做咧。约伯讲我都无毋对啊，每一项拢咧辩论31章46节，搁进一步夸口家己好所行31章16节到25节，甚至31章35节。约伯讲啥？难道无人听我的申诉？咱定定拄着安尼，足侪人甲咱冤枉，足侪人讲咱毋对，咱先看来想，真正无人徛伫咱这边嘛？连牧师也讲认罪悔改，所以我真正冤枉无得讲。约伯就是这种的一面，所以约伯的心路历程，事实老实讲，约伯已经走投无路。本身受苦，家破人亡，本身阁拄着毒疮，身躯阁生粒啊，所以足艰苦的中间，朋友伊的某来甲伊辩论，来甲伊讲叫伊来悔改，伊的心路历程，约伯坚持家己无辜，就无阁甲因讲话。所以，这3个朋友因为啥？因为约伯坚持家己无辜，32章第1节，因为我迄伤长，所以即句话走无出来。32章第1节，约伯坚持家己无辜，我无毋对啊，所以3个朋友就唔爱插伊，不跟你讲了，不跟你玩了，因为你铁齿啊，我都无毋对啊，所以约伯的心路历程。第2样。你读约伯记的时阵，头前哦，37章你找无上帝啦，找无上帝啦，啊！你讲，真的上帝不见了，上帝不见，约伯啦，感觉上帝无甲伊相甲伫咧，上帝走出来，上帝出来38章40章，约伯第约伯记38章40章，上帝第一摆伫大风的中间，北家语讲旋风。伫大风的中间，你约伯讲话，约伯，啊，你毋是咧替我，我伫遮用责备挑战的话开始，问约伯，所以你就去想到啥？创世纪，伫迄个所在，上帝创造亚当夏娃，亚当夏娃犯罪了后，2个走味着。啊！上帝讲啥？阿当你伫倒位？阿当惊要死，犯罪啊，灭起来。同款，当大风的中间，上帝出现，约伯，你在哪里？约伯讲：哈，上帝，你终于出现了哦！人不过是被造物，是上帝亲自管理看顾，所以人无熬啦。当咱伫遐咧走投无路的时阵，谦卑承认无知有限，咱真正软者软弱，北家语讲微不足道。人无够，伫这中间，请问约伯伊开始体会上帝的存在。
头前敢若一问三不知啊，一日讲一日求，上帝敢若无听。终于上帝出现了，这是38章到40章。第二摆41章，上帝第二摆出现，共款伫大风的中间，40章、41章，上帝用伊的主权能力创造，伊回答，伊伫迄个所在，通过伊的创造，才大的大自然，互约伯知影讲上帝的存在。顶个月咱有拄着风台警报，头一摆4年来第一摆风台来台湾就陆，因为咱4年无有风台入来，为什么呢？因为台湾的基督徒足够祈祷，逐摆啦讲风台警报，咱讲甲飞去日本，伊就飞去日本啊；啊讲甲飞去大陆，伊就飞去大陆啊。所以台湾这样的，因为台湾的基督徒足够祈祷，无影无一只来哩。啊，即摆上所谓，即摆即个风台，本来有个是以北部来，好，阮查某囝甲我讲，终于台北可以放台风假，做你去想啦。结果一日煞，一日煞，一日困真暝爬起来讲，什么走到南部去啊？本来伫北部，就落去到南部，所以大自然毋是你会使控制啦。哦，你叫风台飞这边就飞一边，正拼咧哦。上帝主权，上帝创造，人有限，所以这种内面，你看约伯记42章，我头有讲第一章，你跳到42章，42章第1节、第5节，这是约伯的信仰告别。约伯终于看见、听见。规本约伯记内面咧强调2项：看甲听。看甲听，头拄咱有读13节，看一切我目睭拢有看，耳孔拢有听。到42章第1节，伊完全伫信仰的顶面，伊突破。所以伫42章第1节，伊信仰上的2个赞助，听甲看，伊有突破。伊真正我听见，我看见。我前所听，我即阵亲目看见啊！所以即种信仰会跳跃 ，leap of faith， 信仰就会震动，信仰会前进，信仰毋是停伫迄个所在。这是第2项，伫上帝智慧的能力。头拄我有讲，13章内面约伯有提出伊的案件，有申诉，提出伊的要疑。我从细汉就去互教讲吼，大人拢甲阮教啥？囡仔人有耳，有耳无啥，无喙。结果后影咱逐个有喙啊！从细汉拢去互教讲，囡仔人有耳无喙，啊，我足乖，啊，真正有耳无喙，啊，所以咱足惊，咱袂乱三问，咱袂晓问，用到惊了问毋对，啊，惊了去互笑，总是约伯有问啊。约伯的信仰拄着问题，为什么？为什么？啊，即阵的孙仔吼足歹教，咱阿公哦，甲问啥物？为什么？啊，就这样啦，没有为什么，啊，就为什么哇？咱不要因啦，哎呀，甲你问为什么？哎，重要的赞助内面，信仰都要学习成长。咱的信仰都要成长，咱毋好停伫迄个所在。每一礼拜，咱拢咧教会，咱拢有入着迄个啥更新嘛，对无？咱就看到更新嘛。啊，咱有看到迄种的新眼光、读经啊，这都就是咧帮助咱的信仰的成长。约伯提出抗辩，伊的正当性甲重要性，面对可能甲不可知的信仰条件，若无提出疑问抗辩，永远拢毋知。啊，所以哦，咱去互教安尼讲，啊点点啦，啊，所以咱毋敢问啊。啊，咱的智慧定安尼啊，啊，所以哦，问了会去互笑啊，啊，所以哦，拢毋敢问。圣经读到遮，袂晓啊，袂晓准拄好啦。咱也毋捌问讲，牧师啊，啊，这是安怎啊安尼？问了到连讲，连这你也要问我，后摆我就毋问啊。所以咱永远信仰咱拢袂进步，可能永远拢毋知咱家己的有限无知。
信仰无法度成长。所以你若甲看第1章到42章，中第2章到41章，这是过程。啊，无这个过程，你无法度有头有尾。所以你整个的约伯记，请你转去看第1章到42章。啊，当伫这个充满变化的世界内面，咱往往活得足自然。人生定係安尼呢？啊，咱北京语有一句理所当然，无迄个理所当然啊！为什么？因为人生都爱活得足有意义啊！啊，理所当然啊！阮兜好野人啊，无你是要安怎？对啊？你若是都爱活，人生若毋是各种的挑战、甲种种的苦难，咱想咱有往活伫家己的世界内面。你毋捌拄着苦啊，你毋捌拄着即种的问题啊，所以你定定伫遐讲理所当然，将眼光看伫家己的身上，亲像约伯，掠做我义人啊，我敬畏上帝啊，我已经有够啊，我若一年哦，我无亲像迄个法利赛人的祈祷啊，咱的祈祷就是安尼啊，我无亲像伊啦。咱从迄个隔壁咱的会友安尼，咱咧甲比拼啊！信仰我也无属意啊，奉献我也无属意啊！啊，是安怎我未入天堂，伊哪会入天堂？嘿，咱定定用即种的态度，咱的心态，咱咧回应上帝。所以伫即个所在，咱体会，咱安怎去需要新的思考，去做新的眼光，学习搁学习。退休了，我家己就爱做即种讲道的迄个导影片，啊，我用一指神功，我就一字拍，一字拍。啊，若即落版面内面，啊，我若字了毋对去，啊，规个都电脑就不一拢无去啊。吼，啊，就爱问查某囝，问后生，啊，若问一摆袂要紧，问第2摆就去互骂，你又乱按。啊，乱按啊，真正乱按啊，都无去啊。每次给你教，啊，每次给我教，啊，我就又不会啊。啊，所以学习搁学习，啊，所以去一间教会，新圣诗、旧圣诗，啊，安怎，都爱附讲道稿，啊，都爱有导影片，哦，我拢都爱学习的。啊，所以就学习，真是甲上帝相拄，信心提升，眼界被打开。每一个人拢有上帝予你的恩赐，5000、2000，你莫亲像迄个1000甲大个就好。所以对上帝定心称我，就是约伯，互伊信靠上帝主权，我靠伊的主爱。所以人生，上帝予你的人生，你要安怎伫遐来完成？要讲结论的时阵，我就爱做见证。我今年5月2日满75岁，迄天礼拜日是一个单位的纪念主日。伊当初甲我讲，林牧师，5月21号，啊，请你去为着这个单位来请俺报告。我第一句话甲印象，我生日呢？迄天我生日啦，生日足大个。迄对方见人，迄个单位甲我印象，生日不要做礼拜嘛。我咱生日足大呢啦，我生日嘞，哦，啊，生日不要做礼拜，要做礼拜。啊，我为什么印象足深？因为今年5月2日礼拜日，啊，我满75岁。为什么都要特别讲这？25年前我50岁，青年是安尼一节目的青年，甲我做生日，50岁生日，啊，生日都爱吹蜡烛啊，啊，都爱许愿呐。啊，青年讲，牧师许愿都要讲出来，讲啊，讲出来就袂成啦。伊讲一定要讲出来。我讲好啦，我甲上帝讨，搁25年啊。啊，25年几月？75到啊。所以我随时上帝要调我去，拢会使啊。我有可能骨条就回家啦，毋是等下阮兜就是回家啦。因为上帝讲你时间到啊，你共讨25年，要知就讨较长呢啊。迄阵50岁哪会知25年遮紧啊？
早知道就是我们不知道。哦，要再说你下完下较长就不要紧啦。下25年一下子到了啦，75岁，75岁满。所以伊5月2开始，今年我每一天透早起来，感谢上帝，我目睭阁金起来，阁活咧，阁活咧，稳定，这是稳定。所以每一天面对新的一天，上帝怜悯啊，个人活咧，最工约伯一生确实互上帝所学了。1章第8节，义人总是上帝恩准下。魔鬼开试探试炼，上帝是上帝，人是人。请你注意这句话：永远上帝拢是上帝，人是人，人无可能赢过上帝。42章第5节，这是上水的一句话。伊伫遐的信仰告别，前我听别人讲到你，现在我亲目看见你。今日你来到教会，今早起的礼拜。用这句话加做你的信仰的告别。前我有听阮爸讲过耶稣啦，前我有听阮的教会长执讲过上帝啦。现在我亲目看见上帝。最后，咱搁再读到金句约翰第16章33节，伫咱的周报内面，我已经将这个甲恁讲，互恁点伫我有平安，伫世间恁有苦难。独恁通放心，我已经看赢世间。咱要用圣诗593首来回应。当咱拄着试炼在的为你真艰苦的时阵，咱安怎相信这是上帝恩准苦难存在？三个来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阮无完全。若毋是上帝怜悯，阮伫世间绝对无可能伫遐艰苦徛在。阮常常面对苦难的时阵，阮是埋怨，阮甚至讲上帝你伫倒落。搁一摆通过约伯，互阮知耶稣听阮，耶稣教阮三个地地，愿阮的哪句哪听你，直到主过来。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下面咱吟诗来回应上帝话，新圣诗593首。593首，拄着试炼，知会为你真艰苦；拄着试炼，知会为你真艰苦。至到累至失望，四面看无路。你所得的恩赐，逐项想海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主的恩赐，你着算着写；主的恩赐，你减算为了；主的恩赐，你逐项算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请起立，咱吟全首。拄着试炼，知会为你真艰苦。至到累至失望，生命看无路。你所得的恩赐，逐项想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主的恩赐，你着算着笑；主的恩赐，你减算为了；主的恩赐，逐
当我心感谢上帝大慈悲。有时我愈烦恼，直到心乱乱，要以上帝听通陪实皆不愿。你所得的恩赐，搁再想来记，要以照话无去日日来吟诗。主的恩赐你着算着少，主的恩赐你减算为了。主的恩赐当算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想别人有福气，坚持大家伙，无得多亏爽约的你有出体。你所得的恩赐，只阮会坚持。你的宝贵珍贵，咸无藏伫地。主的恩赐你着算着少，主的恩赐你减算为了。主的恩赐当算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所以经过试炼，无论大小事，目的来一心望上帝应做主。你所得的恩赐，照顾想来讲，主的安慰帮助因带到天堂。主的恩赐你着算着少，主的恩赐你减算为了。主的恩赐当算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请坐。下面咱闭慢心来奉献。
这下面报告，伫报告台上，咱来看今仔日的金句，咱要来读金句，读2遍。金句，请我已经将这个甲恁讲，互恁踮伫我有平安，伫世间恁有苦难，独独恁通放心，我已经较赢世间。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已经将这个甲恁讲，互恁踮伫我有平安，伫世间恁有苦难，独独恁通放心，我已经较赢世间。约翰福音16章33节。接续后礼拜圣工分担，领袖潘美炎长老。司礼张义如执事，司琴是潘秀丽姊妹，献诗献歌队，司献李尔博甲曹明祥两位执事，交代李尔博执事甲林崇珍姊妹，音控是施浩轩弟兄甲彭兆亮执事。后礼拜刚过经理是李团道，拜三查经基督会，司礼是李团道，司会是张文林长老。后礼拜第几礼拜主理是李团道题目是梦境经文、启文甲圣诗金句，遮大家先来看。好前面后壁教会消息第6面第6面教会消息报告。第一点，今仔日是新德圣经学院的奉献主日，本主日感谢陈牧师前来正道，嘛请兄弟姊妹为着圣经学院的发展来关心代祷甲奉献。伫遮代表教会牧师谢谢。第二点今仔咱的科牧师到万丰教会来举行圣礼典。第三点关怀训练下晡1点到2点伫1楼的会议室。科牧师会主持关怀训练，欢迎兄姐来参与。第4点，奖学金的申请，欢迎成绩符合标准的将你的成绩单正本甲申请表交予干事。第5点是圣诞节报佳音的部分伫今年的12月24号圣诞节报佳音的部分。咱第9页有3个邀请啦3个邀请的部分分做3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报佳音，咱会邀请你来参加这个报佳音的诗班，这第一点。第二部分的邀请是你若有欢迎教会诗班来到你的家庭来报佳音的时阵嘛，请你来填写这个报名表。第3点是咱所徛起的所在，若是社区社区伫迄24暗，若是有活动也欢迎咱教会去报佳音的时阵，嘛欢迎你将这个资料填写来交予这个干事。好，第6点是主礼拜音控同工的招募咱主信组邀请兄弟姊妹参加这个音控的同工，你若有感动要来服侍的，则请牧师来报名。第7点是招待训练，今年招待训练第2场伫后礼拜，后礼拜日下晡1点伫咱1楼的会议室，欢迎咱的招待同工、中级以及若对招待服侍有兴趣的兄弟姊妹来参加。第8点是相连甲妇女团契，伫咱9月20，就过来即个拜三有要出去佚佗7点20集合，伫开湾街到木新路口遐7点20集合，7点半要准时开车，当你车顶咱有灯工有准备早餐啦最近较会落雨，所以可能雨衣也是雨伞遮拢爱扎，环保杯嘛爱扎。过来补充1点是白话二班，白话二班咱下晡1点伫地下室1楼，白话二班有缘有上课，若有要参加伫1楼。另外有补充报告的部分是文宏长老，文长老有补充报告的部分。大家平安。咱伫10月15号要举行咱的临时和会啦即届临时和会是要来选举咱的长老甲执事的改选。咱昨昏伫咱的小会已经有迄个通过所有的名单有几个名单爱大家报告一下。咱的大体公布人即摆已经打出来。第一个是迄个急在人在的陪参会员有204名，咱等下去看一下。
再来就是具选举权的陪参会员有202名。什么叫做具选举权哦？就是在咱开合会进前的前3个月，他还没有入籍，的状况之下，他是没有投票权的，对啊，咱讲迄个投票权啊。所以咱即届有2位会友，伊迄个接刷入来是8月份才刷入来，所以因即届选举是无选举权哦。所以总共有202名，迄个名单都是伫咱的公报啦。再来，咱有公布伫迄个长老的被选举名单总共有17名。咱即届要选举是要选7名的长老，7名的长老。再来，咱的执事的被选举名单有115名，115名。那咱即届要选举是伫文山教会。要选执事14名，万丰教会要选执事1名。请咱继续伫咱的祈祷中来为这件代志来代祷甲关心。名单已经公告若有出入，会当向我还是向牧师来反映，咱会当做一寡调整。好，以上报告，多谢。嘛，继续为着教会身体病痛的姊妹来祈祷求主来医治。好今仔日介绍新朋友。真欢喜，咱今日有一位陈伯书弟兄，伊是大沟兄跟荣珍姐的儿子，然后从国外回来，然后来探访那个家人，我们欢迎他。好，请坐，谢谢。好，欢迎你来到阮三甲聚会。好，咱来唱煞尾边的诗歌。新生诗391首，阿罗天顶主宰，吟诗煞，请陈牧师来祝祷，请起立。愿恁大家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宠，天父上帝听从，三个永受圣神的帮助，对这个机构永世代无尽。阿门。散会，请大家互相请安。